100年来有10次重大损伤的地震，平均10年就会有1次。你不能永远依靠那个幸运，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本身的努力，靠我们的教育，然后让我们自己更平安。今年太天堂冲绳的灾难，限地木主头前，基本是遇到灾前冇办法停电打压，就算政府颁布嘅紧急命令，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救援，不过遇到灾民也抢走得20世界力量老度出发。无人想得到天堂，多多嘅应变唔差，因为按照政府的天气业检讨天热灾害防救法，发布台湾灾害防救体制嘅唔拉，甚至建立24点钟随时监控嘅编组。以前过去可能都是0，然后再慢慢去扩大。那这个当中，尤其地震是突发性的，不像台风它是有预警的、有警报。那突发性的灾害，如果说一个应变中心没有人的话呢，突然要去启动它有困难。政府还用到半年的时间。建立重要演习到乡镇市的3级通信系统，分灾前执行、救灾调度做得更加顺利。不过，反而是个人意愿，喺各乡镇设立卫生天花、卫生指挥插一条灾前通信。沙地声言过后，当时有时节才发现有创人的毛。现在所建的通讯的系统是中央到县市到乡镇市了哈，当然就说这个系统这个正常啊，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说，大家比较诟病，那灾情为什么没有传出来？那灾情传出来变成要有人会到灾害现场去查这个灾情哈，靠原来的机制，用乡公所、村里干事去查报灾情，这个就有困难。冇办法有准有假的把握灾情，也造成后续的救援行统、老方式同容易误判。三毛头塔的政府用班底，世界应该做乜嘅呢？这次当然88水灾也凸显到，就是说政府在主动救援这一块还应该再努力，应该还可以再做得更好，应该可以更主动。清楚状况真有办法夹，台湾啲严重不太水，也係天同高效，當則出現土石流，也係屋嘅轉體嘅前期，用嘅啲望見時間來搶救人命，行係清掉機呢？因为大部分如果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概有95%的人都已经被救出来。如果它是火的，不管是尸体或是那个火的，那有95%，然后有5%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找出来的，对啊。我们就是搜救犬是必须要找到5%的人。今年睇啲同3月過後，4個國嘅搜救車，710搜救人員，然後103條搜救機。爭陸續來到台灣協助救災，也是接足見超高嘅黃金72點鐘。故所啲軍隊啊建立拉鐵中搜救車係前有幾年，特別是一啲天然業成立了全國體制符合國際標準嘅搜救車，同時配有4條國外單一類專業搜救機。不過10年過後，全國演習實行係搶有5條符合國際 IRO 標準嘅專業搜救機。我们实际上有很多搭配的，不只是狗了，我们还有生命探测器，而且有各种探测器，有声呐，有这个探测器。只要你人只要还活着，有心跳，它实际上那个波都可以测得到，可以测得到，可以去找人。所有队员开始，快！世界各國天數救災，特別是國際搜救隊，啲15號得到經驗沙黑。專業搜救機做得比機器更加有效、更加準。在国际的救灾，真的要靠那个仪器去把人找到的机会，真的是微乎其微。大概都是靠一般的第一时间那个消防队，还有第二梯次的搜救队的狗去找到人的机会会比较高一点。
除咗唔係以速度充實，考卡多小狗腳皮肉又難又貴。就算係台北市國際小狗村，也將有4條小狗腳，有小狗能力。以奧地利這個國家來講的話，光他們一個城市有150萬人口，那他們的狗就配置了18隻。維也納這個地方，我們2300萬人口，目前通過國際認證的狗只有5隻。那我們就始終發現說，這種工作犬的這個訓練的技術啊，應該在國內要慢慢讓它生根，因為不能始終仰賴國外的，因為你挑犬訓練這個時間非常冗長，而且代價很高。你像我們一隻搜救犬的連培訓、挑犬培訓的費用，一隻搜救犬要價100萬台幣左右。據說按多年來，特別是消防局開始培育小狗腳。消防署雖然也有鐵種嘅小狗車，不過小狗腳還係唔辣。據說188歲仔，消防署也搶走的拜託民間來聽說。外國很多搜救犬它也不是政府建的，因為它成本很高，而且要專人，所以外國像921外國來救援過來都不是政府，都是民間的，用民間的力量來協助政府。民間小狗腳教練講，政府應該建立普及機制，提供哪一條件，再做向民間參加小狗腳的培育工作。以美國為例，美國是他們有成立一個叫做美國國家搜救犬基金會，這個基金會所有的費用是由聯邦政府來支出。那對所有只要通過考核以及願意參加訓練的搜救犬，適度的提供場地以及專業的諮詢、醫療補助這方面，那有這些的誘因，參與者會更多。在開發時，呢度人留到一條命，3萬個都冇嘅，唔知怎樣嘅成法下意。叫你睇睇同時，但將喺屋嘅只有高達5萬人戶做簽專貼，53000人戶專貼100，10個人萬人無屋可住。將時期嘅5000人戶住下屋，臨時安置在面。一支天嘅救援業正在重建簽行條例，加速在後嘅重建工作。你睇睇同高校，南投寶林菩提長長村，475戶住下屋，頭下晚係愛安置在面，也係喺全台長春島嘅救援業住下屋。現時還有30人嘅老人家，佢哋唔係唔想搬走，無話無筆，也係無錢，佢哋唔係啲人，也唔知愛哪落錯。很多老人家是沒有辦法恢復地震以前的生活，他可能獨居無依，他沒有能力重建了，他可能子女要重建沒有辦法照顧他，甚至有些老人家的子女是沒有能力重建的，那這些老人家怎麼辦？租用或者是輔導購買，就是低利率的輔導購買，是不是真的能夠解決老人的一些對住宅的一個需求的問題，或者更多的這個獨居的老人、弱勢的老人，他們可能連想都不敢想擁有自己的住宅，或者有能力去租用這個住宅。不過，長長村住下屋嘅選擇係奇怪嘅，唔符合政府嘅社會福利政策。前幾年甚至面臨本人拆退嘅命運，為免變作技能太好嘅試驗計劃，真有辦法長縮下來。為咗本長長村長期經營，一片唔但插醫師外籍，老人家可愛相互嘅照顧，甚至買家比種菜一條方式吃出吃力。怎麼樣讓弱勢的老人擺脫依賴，擺脫單向的被關懷跟照顧？這個是目前政府的老人福利政策比較容易形成的，就是老人的依賴。好，那長建村希望做到的是老有所用，是希望這些弱勢的老人要擺脫依賴的方法，就是要先有所謂的自助。啲南投中寮鄉有遇到搶長長村老人家情形，搶喺83歲唔查麥，雖然有自悟，唔過都愛出這條路，經濟唔係依靠，就算屋嘅啲救援員提供時間專貼100，也搶做得簡單的髒髒嘅，
勉強做啲鼓聲。冇迄個安樂誒，小嘅死得都好了，等到是生意治理了吼。冇菜。佢賺咩貴吼？哎呀，工錢咧貴啦吼，物個又貴，啊種咧都好了，帶得農帶吼。較有些嘅財條嘅，就申請政府啲9年代替同高校提供嘅專案貸款，政府也鼓勵居民用大利一條優惠貸款買屋嘅也係重建。唔過雖然高鐵嘅，有啲位經濟弱勢嘅居民，實可以擺無屋嘅好客。將南投國鄉鄉嘅福貴社區，台設施協順歸納嘅適合出策，最基本是提供9年嘅居民貸款買，也係呢度屋嘅，唔係講外賣，做一本法院查封。根據中央銀行嘅統計，也係9年正在貸款戶只有600人戶本銀行催繳。地震以後，把很多問題都搖出來，包括土地問題、人口問題啦，還有一些更嚴重的，就是說，房子重建的問題啦，還有以前留下來的貸款，他們賺的錢，剛才我提過，跟他們賺到的錢只提供生活剛好，那這些貸款就是很大的問題咯。921之後的這些安置跟重建的一些方案，比較強調的是一體化跟公平性，好，那也比較強調就是自由市場式的，大家回到這個市場的一種機制去運作，那政府只做補貼，但是這樣子的補貼基本上是不夠的，好，就是這樣補貼對於原來經濟上比較強勢或者依賴政府程度比較低的這些災民，是很容易就得到重建，但是弱勢的這個部分，它會繼續的沒有辦法徹底的解決這些問題。叔叔嘅審核片，批定客家音樂，本研合可言切菜啲建房度，現實睇譜客家文化。台中實講土牛客家文化館，即係講起9年代替同高校嘅重建電話，結合官方落面嘅，共同將有200年歷史嘅寮屋老河房，用本地嘅樣嘅來起過，同時開放有啲空間嚟做展覽。當初呢位有做事呢，呢位有做舊嘅，就大家做研究啦。有原來用是盡量冇去破壞，冇太過人工化嚇，是對留落個部分係留落個。老老河房嘅重建完成來比，新河房正開始進行公堂嘅事，順向加速喺啲房屋含電物嘅時節做啲改建。呢隻新河房也因為分階段嚟做，上個年多年慢。當然大嘅部分房屋嘅部分，年代嘅部分嘛是長久，雖然是臨時安置，當然長久嘛起到盡啦。本來隻河房實在講較完整嘅恢復起來。大部分嘅人就係啲富區嘅鐵皮屋，中國9年代替同打發嘢嘅條穿嚟貴死人爭要嘅屋嘅，重建哪有咁簡單？到鐵通了，大家都困難啦，困難個重建嘅事當然是非常冇簡單啦。所以經費嘅問題，或者要人講鐵通了，簡單搭你鐵皮屋帶起來安尼，嚇經費輕鬆嘅。佢哋唔啲行地冇，人們都貴下設備嘅，唔啲行地冇。重建客家產業農村經濟，農會一直提出農村新風貌計劃，不過將喺台中新沙實施可行裝頭，就算用2億元嘅經費進行農村裝頭重建，新跨業鐵山鋪頭良田亞調，一下是喺草濃濃嘅模擬行權。真正是一個社區的這個經濟結構沒有搞好，還有就是社區居民的這個沒有整合好哈，所有的工程都是白費的了。國家投入那麼多錢，等於都完全沒有用，也是增加社區經營的負擔。即當初是講帶動地方繁榮，望地方咯，變經濟啊，顧三川啊，冇個錢講自掏腰包了講，就可能那維護啊。尤其是說這幾年因為受到國際景氣的關係，有很多人都沒有工作做，這些年輕人沒有工作做，直接影響到他整個家庭的經濟，
那这个经济就在以这10年的赈灾期来讲，这个重建期来讲，还是一个存在着很大的压力。重建初期要当到经费，故所遇到灾期经济天天的变好。不过，等到农村产业没落，有的弱势灾民则係越來越凄慘。雖然建設重建費一直提出，針對弱勢災民做長期對症輔導，不過等到重建費嘅結束，有條做法也冇辦法繼續做下去。但是这个整个转到地方政府来做后续的灾民的这个协助的过程里面，并没有专款或者专门的人力继续来做这一个这个弱势灾民的后续的一个追踪跟辅导，那也才让部分的弱势灾民仍然没有办法摆脱921地震所产生的这些对他们的一些冲击。蒙因地位有太梯堂，短短幾十秒嘅天有梯堂，就造成嚴重嘅傷害。梯堂過後嘅緊急救出、安置、重建，對抗驗點每隻國家機器留下非太重。雖然一項目就過去嘅，老天公要判一劫，定然間嘅考驗，人哋喺個唔滿，雖然來問題結嘅忙，檢查見重複，我用乜嘅嚟面對，係以為唔掂那樣時，以為災難。